總之今次死梗啦，好大鑊啦！成日聽人講家和萬事興，但當家庭入邊有人突然跌落谷底，情緒失控，關係破裂，適應唔到新環境，嗰種無力、無助、心碎，其實又有幾多人真正了解呢？家和自1986年成立以嚟，每年陪伴4000個唔同背景嘅家庭，包括新移民、受虐婦孺、受情緒或者特殊需要困擾嘅任何年齡人士，因為問題唔揀人，痛苦冇預警。見到佢哋一開始嘅眼淚咧，係因為好困難而喊嘅，跟住到最尾咧，佢哋都會喊，係一個感動嘅喊。即係完全係睇唔到將來，但係又好想改變，希望始終喺度。一日我哋嘅輔導 service 喺度翻嚟嘅時候，我哋會喺啲中間幫佢哋。係真係好攰嘅，有陣時上完堂之後，佢哋係全部都係開心咁樣離開，攰完之後係值得嘅，係值得嘅。做到一個和諧嘅社區，我哋家和呢個 role 係非常之重要。因為我有啲朋友咧，同埋 family 都受過家和嘅幫助啦。家和做嘅嘢真係好有意思啦，所以我係好支持佢哋嘅。今時今日籌翻嚟嘅錢，8成半都擺落前線工作，我覺得好值得支持家和。喺呢個冬天，你嘅每一分支持，唔單止鼓勵咗我哋整個團隊，更加將你手上嘅幸福透過家和送到真正需要嘅人手上。可能係一位孤獨嘅長者，可能係一位單親媽媽，更可能係一位迷失方向嘅新移民。你嘅支持唔係普通嘅捐款，係希望，係力量，係生命嘅轉機。其實家和咧喺過去咁多年咧，都係有超過8成半嘅善款同埋資金都運用喺我哋嘅前線工作上面嘅，咁係反映咗我哋家和對於社區服務需要嘅承擔。喺嚟緊呢個冬天，我代表家和祝願大家平安和諧，身體健康。